今天我们特别把印光大师讲的话来跟各位转达简单解释他当然他智慧太高超了，对不对而且这个对很多的见解看法都非常的让大家很赞叹，非常欣赏。因为印光大师本身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势菩萨来转世的嘛，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嘛。那这么圆满修持的境界这么高超，那我们一般凡夫他写出来的东西，我们怎么能把它解释得非常的透彻跟圆满？很难很难。但是以我们比较粗浅的看法，告诉大家，印光祖师他讲即得往生。既然你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了，你往生极乐世界，则入佛境界，就进入佛的境界啦。佛的境界就是佛的那个环境里面知道吗？跟佛一样，就非常你看同佛受用，你跟佛能够受用，受就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感受就清净光明不贪不嗔，不会有嗔恨，不会有烦恼，不会执着，一切都能放下。那心你看光明磊落，干干净净的，知道吗？成片一片，非常的那种沉静，非常的沉静。各位，这就受他在内心的感受。你看他智慧高超圆满，各位神通广大，这受用呢？你看他用出去，哇，不得了了。因为他智慧圆满，福德圆满，所以他有神通神通你要用什么？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而且几百世、几千世以前他都知道。未来这个整个环境会怎么变迁，他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各位，为什么他就受用？所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我们跟佛就一样的呀。你的内心的感受跟发挥的作用，对众生都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力道，这么大的力量。各位，你看这么大的影响，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就跟佛一样有一般的那样一个功夫了。还情圣见，二皆不生。而凡夫的那种看法，凡夫一般情形的那种见解，可以还有圣人就是还没有达到罗汉还没有跳出这种生死苦海，但是以一般他所了解的，但是不够彻底，不够圆满，这就圣人的见解或我们凡夫的对于事情的了解，这个二皆不生。那种还是有执着，还是有我执，还有法执的这样的情况，你到了极乐世界，这些见解完全排除了，不会在你身上产生了。我们到那里就跟佛一样的看法，就是特别圆满，天地宇宙之间的真理都完全了若指掌把那个实相。真实的我们这个世间的真正的实相都完全一清二楚，所以这个所有凡夫的那个判断的情况或者圣人的见解，这些都不会再产生了，不会再产生。那么我们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到那边以后烦恼就不会产生了。你的恶业就不管你过去所产生的犯的这个罪业，或者你做的坏事到了那边都不会再产生，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完全改变了，完全消除了就是一尘不染了，一尘不染。你看，我们可以彻底消灭你的功德智慧，就近现前。你功德，你的福报，你的智慧，你所做的善事的这个福报，全部都现前。智慧就我们对世间的了解。对吧？我们再也不会迷糊了，再不会颠倒了，再也不会为这个外在来困扰了。所以你的功德智慧全部就近现前，就彻底的完全呈现在你身上，现前就在你的身上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作用，就近现前，跟佛完全一样。你那时候你看，神通广大，来去自如无挂无碍就近圆满。各位，你看。我们要不要去哎呦，我们一定要去绝对到极乐世界。那要极乐世界怎么去？就是一定要念佛
赶紧念佛啊，走路念佛，知道吗？有清闲的时候要赶紧念佛，抓紧时间啊！就跟生命在赛跑一样，随时随地自我要求，我要好好的念佛，虔诚恭敬的念佛，要有信心的念佛，要有感恩的念佛。那这样你跟佛心心相印，以后在临命中自然感应道交，我们就发愿到西方，各位对不对？那到了西方，我们这些在世间的所有痛苦烦恼完全斩断了，完全斩断，你跟佛一般无二了。一般无二，完全一样。好，那么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就太幸福了，太快乐了，各位对不对啊？你看印光祖师这么彻底的，这么就近的，知道吗？完全剖析了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那种情况，这告诉我们末法的这念佛的众生，赶紧好好用功不要再怠忽了。不要再懈怠他就一直很清楚，一再鼓励我们大家，所以我们不能让印光大师失望，各位对不对？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